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11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港股繼續強勢亞，恒指收市升0.84%，企穩24,366.94點樓上，成交仲好旺場添，主板成交衝到235億銀，比琴日多咗成12%㗎。焦點一定係港交所啦，今日一度飆上422.4蚊，創3年半新高，收市都企穩420蚊樓上，單日成交爆到20億銀咁誇張，今年累積升咗45%，真係跑贏大市成條街㗎。銀行股今日都好威水，成個板塊升超過1%，招行最標青標2.75%，建行都升2.14%，聽講大摩仲上調招行目標價去68蚊添。至於中銀香港，跨境金融生意多咗120%，股價終於衝穿35.25蚊關口，後生可畏啊！點解個市咁強？第一，IPO市場真係旺到癲，今年集資額已經超過780億銀，比上年爆升670%咁誇張，有成190間公司排緊隊上市。港交所手頭上已經接咗120宗申請，傳緊下半年會有 DeepSeek 呢啲 AI 巨頭登場，全年集資隨時衝3000億㗎。第二，政策真係送大禮，中央撐中概股回歸，港交所仲開咗專用通道，北水都密密流入，單係今個月頭10日，北向資金就掃咗380億銀貨，比上個月同期多45%啊！不過都要提風險位㗎。首先，美國聯儲局今個星期議息，隨時影響資金流向。第二，中美審計傾唔掂數，20幾隻中概股仲有退市壓力。仲有啊，港股通南向資金連續3日走貨，今日走咗18億銀，高位回吐都要小心㗎。好似生物科技板塊今日就回咗0.8%，部分 IPO 概念股食糊離場。聽日要留意香港5月 CPI 數據，市場股升2.3%。下禮拜五仲有3間生物科技公司招股，夾埋抽水75億銀。港交所仲預告6月20號推新科技指數期貨，市場流動性夠晒水，政策又配合，短線可以睇實金融股同科技 IPO 概念股，但記住高位回吐風險都唔細㗎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